Hello，你容易怎么回事呢？那你要找到工作给值得这车我要网管也可以活不地了桥那个现在北已经到了天津北山东北多北已经到了天津了，然后呢，天津北呢每到有点猛呀秋北呢，人家北呢往后流，然后呢发信息这个在搞了北呢学了一会儿，然后那一等毛的哩，没北京呢。以前呢，北都多少北呢了，说搞到公里北就没长的到各地来往后流发球那个以前呢北要摸到目前能鸟一会那一等毛的，一站这北不定中了吧？北得搞那你没北京毛你们到北京就成了。我晓得这一会容对容球各地呢哟，对球呢。对一毛这只半都得给你了也用得给你也用，人家啥地噻？太跌大，但是那里安东太年龄了嘛，可能这只好清楚个，这只好清楚对球呢，对农村若是我把这老些所以被鸟被对球若就我一年成用狗呢，么样穷狗呢鸟都舒舒服服的就成了。若是我把这老些若好城市对了的，我把这老些对你若我4个月的对我对米追的个鸟容鸟是若是没得这我的北路城只我那么写里把这了嘛，我中鸟就成了嘛。对球的容鸟的固定的哟，老是容鸟打针也容对容球的，不平也第7点能这的呢一毛这真当多不低哟。现在被得多少？到桥呢，但是不到这么桥停车，人家那里停车，当然不多，那是。到下面的是要么找不到，但是没到工这才这么桥停车所以就停着不到你喽，那就停着那里。那一路应该一路工业区吧，怕呢。没这来对球呢，想想手脚一挤都知了以前呢，得包狗得知道谁没得谁了，得知道打咯，被对嘛得搞包狗得落打咯。sao lần kia tới bắc cử này tới bắc cử này tới hai nhìn run rua như thế run rua hai nhìn tuần xóa đại chín nào mà hai nhìn khơi chín nào tiền thì hơn bữa tí tệ muốn chơi bắn đồ liều nghe tiền lâu tốt giỏi rồi. Hello. Mẹ. Thầy chỉ dùng gì mà? Nó khi chơi kia đó, bộ bên này, thầy tôi đây tôi đặt đấy mà. Hello. Nha hả sủ. Nghe rồi. Ôi ôi. 终于人家对前人终于白了用爱起的牌了，个呢。对了，多怕本地多这些用了。我到了3月份多嘞。3月份才多嘞。我这人家本地人家都几凶了。知道，凶了好多到3月份多。黑车多嘛，太多得很了嘛。怎么办？差不多了。
cái chế tua ở dưới nào tua thái đây sang mà nhưng mà mình ước tù mà à mình năm mà mua mà thấy ra một tô à thấy cái cháu cái khi mà cháu đỏ với lo yên chú mà đi chỉ khăn mà vẫn là giờ từ只好久啊cái cháu họ chịu cả只好久啊弄呢要mua啦弄呢这个呢要mua啦cái cháu cái mà cháu có thắm mà cái好 sao rồi vậy来 nhớ rồi得用够了个 mà bạc đừng có cái nhắc là gì 黑么 cái mà黑么 nè món đây bên lá cả bên lá cả我看见了啊这边我绕了嘛，到工作嘛，哎，就像都有吧，估计能够下一对吧？没喽，没了。啥子小不就没的啦？有进在哪？只到只球啊，只干球么啊？那个之前没干嘛呢？没听着楼房之外，这个就听。乐欢之外，个主要进的就必须要有啊。我弄来的主要个只求楼房没好的话，个有进怎么有现在自己可以没安换了。哎，怎么？因为到没要么把个呢路车改造，路车改造的话，有门前有来这。你要么你带给他们。要么快嘛，带给他们，先讲究呢，只能是先讲。也可以的，就是要那个。我那边过前面交脚没俺们到那边就被蒙汉了，被啥蒙汉？过庆的话，像弄1号，像么按照升国旗，按照升国旗。进头话老过庆，你话你能种。我跟他们问题。能种人啊，推车肯定要么子了嘞。你查一下球么？我本身你安排的，只是公车倒是开车比较简单点。啊，简单点么就特别么，是可以么天门的过情感当然后面可以么，都是可以么的好像也出去么。哎，你坐那里好吧？我的计划没呀，我那里就是的，树木的，树木前面子，就是么像这故宫啊、天安门的呀，然后呢么前面子清华北大的呀、圆明园的呀，树木提前被弄么树木家强年级差不多啊，要。故宫它天安门有没问题了？然后呢？这个呢，么要多把狗地啊，么娘们子啊，文字那些老师啊，然后呢弄1号嘛，就是就么弄升国旗嘛，我们叫升国旗的，然后呢3么万里长城，3么万里长城，要弄不好弄，然后就从万里长城的就拦着走路。就那么多走路，然后呢，你要在旁边走路旁边，你要那还得没路上猛，要到清朝的时候，是拿着背面的嘛，就是现在可能已经我说大了，这头学一下资料，所以没不没，如果没的话，没路上那个你要弄不弄的，然后你要走路，你要可能你要背弄左右吧，你要走路，然后就自己从左路。没内蒙古，然后没到新疆甘肃北了，没旁边了，所以可能你要北京旁边呢，可能就是差不多1个星期左右嘞，没时间。可以。正在摸。你鸡毛嘛，小我鸡毛好久啊。现在放松点，又不说没糖。那多摘一手的嘛，到年龄嘛就鸟了嘛。那子。没多大，那么是鸡毛毛哈。我天都8多号。哦，篮子走。真的，大卫。
开不开心？ A few moments later. 哦，以前那边那么走了，不要摸了，搞酒，没有一点。但之前了呢，被这个看到，他对路到2路小时，他搞酒了，被把那边要摸了，摸了，摸了，干。